我叫阿輝，21歲，今年已經係我大學嘅第2年。嚟美國之前，我一直以為美國係一個可以令我脫毒嘅地方，點知嚟咗咁耐，我生活除咗打 LL 同睇個冷宮 BB 之外，就係瞓覺同返學。每日最期待嘅事，唔使問啦，梗係上高登啦。咁高登啲巴打都成日講噶，後生咧唔好浪費時間，第時有錢幫你冇女咩？所以我依20年嚟，女對於我嚟講根本一樣遙不可及嘅嘢。由細到大，我都好怕同人接觸，諗起同陌生人對望嗰下，哎呀個心啊都卜卜卜卜咁跳㗎。所以我嚟咗咁耐，身邊都係冇乜朋友。每逢節日，我都覺得非常之空虛。話時話，上年嘅生日，我自己一個人走去 M 記買咗20件麥樂雞嚟慶祝。嗰次已經係我最開心嘅一次生日啦。唉，唔講住啦，返學又遲到啦。喺度嘅，你搞咩啊？哦，人喺度夾女，點啊？中意人咪上咯。唉，算啦，人哋都有男朋友啦，我又唔夠人哋高，又唔夠人哋靚仔，點會中意我呢啲啊？傻啦，嗰條都唔係男朋友嚟嘅。點啊？咪真係中意啊？中意就上啦，最多幫下你啦。啊？你帶我邊㗎？而家帶你揾個盲人啊！咦？喂 ，Santino！ 喂 ，Jonathan！ 我咩事啊？嗱，呢個咧就係人稱溝女彈嘅 Santino 啦。Santino， 如果想得到一個異性嘅方式，應該點做啊？好簡單啫，等我話俾你知啦。溝女嚟講，2個字，靚仔。呢個咪冇問題？你絕對冇問題啊！你阿爸阿媽有問題啫嘛，生到你咁樣。喂 Santino， 咁我點算啊？冇樣唔緊要，有冇錢啊？我冇錢喎。冇樣又冇錢，咁咪有投其所好啦。溝條咩女啊？佢讀音樂㗎。哦，音樂世家咁咪易啦。參加呢個比賽，趁機會吸引佢注意力，咁到時仲手到拿來。